大家好，我是小珍珠。大家好，我是冰淇淋。大家好，我是容易开，分享是讲礼拜的小爱时间谱。批出8月是结束，我开好嘅，来，你批出多少个？我已经开学了。哦，你老太家冇听哦。小珍珠呢？我在写书法，写了2个月的书法，从王羲之到柳公权应该都写遍了吧？成果怎么样？有进步。有进步，很好。新同学，我在练一种运动。你马开运动，你要做唔得讲，呀，节目力度是第要，所以你礼拜小时间谱，我哋讨论的係批出按照做马街。暑假有2張嘅研究，社會也都要參加馬嘅學校，我就特別的發通幕。有群同學作為當特別的事情，有人啲阿冇電動嘅素材嚟表演夜光燦爛，有人從個位衝出世界銀牌，還有人唱起通幕水嚟台灣意見，也就嚟看下幾多暑假作為按到馬街。因為小時間譜而小改3組動特別的學生啊，佢哋都批出期間完成了東南德的節目，提升一下你的小改。今天我要介紹這個新聞是在台灣，然後他們算是台東一個讀書會，有辦了一個活動，就是帶着8位國高中生，然後乘着獨木舟環島，從台東出發往北，然後繞一圈，然後從南部再回到東台灣，再回到台東。對，沒錯。他們在這個途中還有遇到他們的家鄉遇到尼伯特颱風，然後他們的家鄉也是損害得蠻嚴重的。那他們的教練也有繼續鼓勵他們，所以讓他們可以堅持下去，然後完成這整個行程。我之前是曾經有過划獨木舟的經驗，可是在室內游泳池。但是我認為他們在外海有那種很大的海浪啊，或是海流啊，所以可能困難度會比我們這種在室內的還要難很多，所以我才會特別去關注這則新聞。哇！唐東年嘅小改，本你喊下上嚟看，都在李亞圈台東嘅小朋友完成嘅節目就結困難，向我來看下輩兩團比試下。新年嘅書法批定台東及中下嘅用師學生嘅係一個同學體驗活卡。2016年的一天，書法帶領一個同學開始一類離場，對南外的角度來看到台灣，用張白嘅長定通幕術來對台灣意見。就算大家比到100長定通幕術對台灣意見作為動作嘅準備，不過大家還可以動聲音，認真地回想，乜嘅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切東國小那邊，放完到這邊中海。錯開了，人間的天使色彩海面啊，風景讓你吹到眼睛，唱上嚟唱到特別辛苦。唔怪得同學還可以懂什麼？當初為什麼會想要來參加這樣的活動？主要我是書長大的小孩，想出來玩，學個筆。對，他一直到就是花了20幾年，他都完全沒有就是放棄，真的超乎我預料非常非常多。用這樣的方式來帶領學生，也是另外一種找尋生命感動的一個方式。研究反倒潛到自家生命嘅價值，唔過有時間保留體力，繼續行高鐵未當成嘅喎。因為其實我們孩子很容易放棄，其實你今天應該看得到。那其實我覺得在海上有時候其實你就是得非常的堅定的劃過一個航程，才有人可以幫你。然後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都是在訓練他們堅定他們的信心，我覺得這很重要。有同學都唔要嘅，可能6、7、8嘅天上難釣一下，不過對自家嘅體力乃唔好嘅，唔免一放棄。其實大家都會累，他們也會累，他們也會想說我們要不要滑，但是就是每一天滑，他們都還是會把它滑完。希望給他們的是從不同的方式去認識他們台灣，然後去挑戰他們自己。第二發發嘅嘢前一日，海流韓國風都影響到前進嘅速度，地上嘅航位寬，韓國要揾熱度，係一對同學要克服嘅難題。挑戰嘅3星期，喺工作人員韓國教練嘅帶領下，一群同學克服困難，總算完成長定通幕賽嚟台灣一天呢。台灣嘅時候文武雙全，今日你看睇爬山通幕賽咯，嚟台灣最近下部小改。
是对舞蹈和温情的发动，影响也是新同学的小珍珠。这个新闻发生的地点是在俄罗斯的索契。我们台湾新北市的少年合唱团去俄罗斯索契，用那个4首曲子还有台湾民谣比世界的那个合唱比赛，然后呢就摘下银牌了。我记得小珍珠平常有学乐器，然后也有参加过合唱团。就合唱比赛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就是默契，而不是说唱的好不好。不是，因为默契你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培养。默契是团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没有默契，就算你再唱得好也没有用。那大家都是独自的个体，合唱的默契要怎么培养？就是要一直练习，把默契培养出来。到底李亚坤对世界比赛拿到银牌的小朋友，記住咩劇同我來談下輩呢一團有冇嘢高尚？世界合唱比賽2年派1擺，係各國合唱團的目標。今年暑假，新北市嘅少年合唱團未來參加比賽。加到用台灣民謠、韓國原住民歌曲打贏嘅各國的選手，得到銀牌。上嚟嘅到同學很用嘅練習的呢。考唱歌嘅同學按到，唔過按用嘅透出合適的音線咯。现在我这边的36位孩子，我们是正式团 A 团哈，那来自新北市的22所学校，从国小5年級到高中1年级都有哈。那我们每年都会選拔2次。有的同學唔係讀空間好教會，對國小到高中都有合唱團練習嘅時間，愛大家來配合，大家都有限爭練嘅啥。在合唱团目前担任是学生团长，因为在国中的时候我参加合唱团，然后认识了陈老师，然后就因为这样就一路上就跟着陈老师来参加这个合唱团。團長講嘅陳先生係合唱團嘅指揮，陳先生就帶領一個同學進入嘅音樂世界，唱出一條又一條好聽嘅歌曲。那个年代对音乐老師很缺乏，所以我就帶他畢業出來帶合唱，從合唱帶到現在，我大概是快60年沒有中斷過。對陳水清先生來講，做同學有興趣，很唱很好，技巧做得100又100嘅點，天天在來修正。會來以後，然後加上表情可能練的時間反而比較長，因為要把內容。把那個意味唱出來，這個時間花得比會唱那時間花得多。經過無共用上鋪嘅合作，唱出歌曲嘅感情來感動聽眾，少年合唱團攞按好聽嘅音樂帶到為世界舞台。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很開心看到孩子們，因為其實孩子對於匈牙利文以及原住民的語言完全都不懂，但是他們很認真的去練習，很認真去學習。在這次比賽中，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很優秀的隊伍，很值得我們學習。希望在將來有時候就是我們能跟他們一樣，把我們的好歌聲傳到世界各地。看得爬山到唱歌嘅下位小家之間，類似客家綜藝好搞 NG 嘅，同樣高本係新同學嘅Ben麒麟。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新聞是在馬來西亞的比賽，是由台灣苗栗縣後龍國小的扯鈴隊小朋友去馬來西亞比國際扯鈴大賽。他們的扯鈴隊是56個人，可是這次去比賽的是由4到5年級的老將去比。
他们全程零失误，结果获得金牌。我知道冰淇淋自己平常有在扯铃，比方说你扯铃扯那么久，有几次零失误？没有过。哇哦，那要到什么程度才有可能零失误？就是每天多练习，像你们平常练习要练多久？至少有1个小时以上。然后还是有失误。那究竟后龙国小的小朋友拿到世界金牌零失误到底有多扯？一起来看 BC 啊！一群苗栗后龍國小七人組嘅同學去參加2016福摩沙世界七人比賽，萬面嘅表現出動多動難嘅動作，前面無生物得到嘅公開做親友價值嘅功用。今年嘅社會就會帶領大家去看下介到平常時很用嘅電影。下去。好，等一下。好，OK。好像是囚犯被綁起來。很恐怖哎！你是怕被打到？等下去。这样子啊，等下去转一圈，我要帮他用一下。好恐怖的感覺。好痛啊！好痛！這邊的超厲害。天啱聽用嘅七人過後，社會同一隊同學嚟做練習嘅準備。不過按到同學大概動作都確確實實地做到。兩位同學對練習韓國比賽又有乜嘅想法呢？在你練扯牙的生涯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出國的時候，選手會更多嘛，那心情就會更複雜，然後呢，就是會緊張。但是在團體的時候，大家都在，就是感覺不會那麼可怕。在比賽前，我看到很多選手，他們的動作我都不會做，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更加油。那你在練扯鈴有沒有這段時間有沒有想要放棄？有，在好像3年級還是4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想要跟同學一起退出，但是後來想，這樣辦求學費也不好，所以又想要繼續練習。我們在做多的練習，在比賽後拿到好的成績，我就覺得一切的練習都是值得的。我想要變成一個選手，然後之後可以當成扯鈴老師。哇，原來暑假2個月練的就是扯鈴啊！冰淇淋真是深藏不露。你看，後龍國小就金牌，你小此天賦哎，小我也冇簡單哦。哦，來，掌聲鼓勵鼓勵。讚讚讚！哎，你剛才有去採訪，然後小珍珠，你有扯鈴過嗎？有啊，你要不要試試看？好不好？來，教練交給你了，好，我們待會都要你的指導。小珍珠，哎呦，哎，直接就可以耶。盡量都動右手，左手比較少動。假設我們要學一個簡單的招式，除了扯之外，哦呦呦，哦呦，糟糕了，我看現在全場大概只有1個人不會扯鈴了。來，換妮妮試一下好不好？妮妮剛才也在現場也，我看你也扯得還不錯。我有點忘記是哪邊在前面。哎，教練，黑色草地這樣。黑色草內。你很像教練，你們教練講話都這樣嗎？是不是？這是一個小鈴。妮妮跟小珍珠都會特技，那現在本節目可能唯一一個需要教練指導的要上場了。所以我們，你說教練要右手在裡面繞一圈。OK。繞一圈。教練，你怎麼把我的鈴拿起來？右手這樣繞一圈。哦，所以要這樣子。然後右手拉左手背帶動。教練，這樣怎麼樣？離銅牌有近一點了嗎？你笑什麼啊？然後再來呢？假設我要做一點特技，解開，然後人走到側面。解開，人走到側面，拋接可以嗎？喂，糟糕了！來，今天看了3組這個同學，一樣是過暑假，你們可以講一下，有哪一種暑假是你想要過的嗎？我想像合唱團那樣，然後可是我現在都忙着練書法，都沒有時間。你想唱歌，你要的是跟他們一樣
出国去比赛，还是就单纯唱歌就好，不用比赛没关系？我觉得如果唱歌一直练习之后，也是可以去比一比。所以你也会想参加比赛？你呢？我会比较想要去独木舟那种。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比较外向、比较野的孩子，所以我会喜欢去做一些极限活动，去挑战自我极限。纵使像刚才影片中的哥哥吐的这个样子，然后脸色发白，然后可能已经接近有一点好像脱水的状态。我也会，你也是这样子。来，扯铃高手怎么样？以后暑假怎么度过？继续练习吧。练什么东西？扯铃和游泳还有跳绳。哇，你要3项全能啊！那你这3个里面你要怎么安排？可能分早中晚吧。但你要的都是很动态的哦。静态的也有啊。比方说你暑假做些什么事情？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好。因堂的3个小对南北撇出的几百，家下因堂都并起你讲看书，其实下半日就等嘢也大家去看冇強用嘅世界，因先了一下來看下禮拜嘅社會看世界。跟大家轉到下半場嘅節目，進行係社會看世界。先介紹新加入我們的可可。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可。來，這個遊戲就是看照片，然後猜謎題。如果3題都猜錯的話，怎麼樣？戴熊帽或兔。OK 啊，我們的秘密武器，好吧，不要戴在頭上。3題都錯的人啊，我們從第1題開始啊。看清楚這張照片。所有的問題都在照片裡面，所以你要看清楚各個細節，有沒有？有認識這2個人的人嗎？你們有看過他們嗎？那個英國女王嗎？哦，伊麗莎白，那不錯啦。這是哪一國的國旗？英國。英國在哪邊？誰告訴我？英國在哪一州？歐洲。歐洲的哪裡？這裡。對。這裡。英國在外海，哈，所以它是一個島國。英國在這邊。那我給你們一個提示，好不好？他在白金漢宮，他們在白金漢宮裡會做什麼事情呢？有2個選項，你們手上有牌子，對不對？假設你覺得，他們應該在為他祝壽吧，你就舉台灣獼猴的牌子。假設你們覺得是在進行一個任命的儀式，你就舉台灣黑熊的牌子。可是每次選，我覺得直覺那個都一定會錯。來，你現在的直覺是什麼？妮？祝壽。你覺得在祝壽，所以你就選任命了，是不是這樣？你確定 ？OK。那你的牌子是什麼？說出來啊！不知道。可可，你覺得是任命？任命什麼東西？任命。不知道。不知道，但你覺得是任命。然後冰淇淋覺得是祝壽。最先講的你反而還沒決定好。好了嗎？好了。確定了哈，我要公布解答嘍。好。確定。不改變。好。就只有冰淇淋自己一個，對不對？改一下啊。可以啊，你可以改啊。大家確定好了嗎？我公布解答嘍。3個人答案一致，恭喜你們，3個人都答對。來，給我解釋哈。這個人是你們講的伊麗莎白女王2世，然後她之前確實有度過90歲的大壽，可是這一次是新任的3世。不是，新任的英國首相。英國是一個內閣制的國家，他們的虛位元首是女王，可是他們實際的元首就是首相。他叫 Theresa May 梅伊首相，那他擔任首相之前要接受女王的任命。你看，他任命他當做君主，然後以我的名義組成英國政府。是的，很好。然後你看，不管是這個首相也好，或者其他重要的職位，其實在要擔任那個職位之前，都要接受英國女王的任命，然後還要單腳跪。第2題，你們3個如果3題都答對啊，會怎麼樣？你知道嗎？換你答。就我戴頭套，好不好？其實我也戴過。來。好吧，希望不會有解答。這個是 D 還是 P 啊？我只能放到這麼大了。你知道嗎？你看這個題真的也沒有，真的。解答不在那。解答不，你講大聲，你說什麼？沒事。解答不，你怎麼知道解答不在那邊？是不是會有線索啊？來，你們看這個環境，你們看到什麼？叢林。然後呢？花。大猩猩。幾隻大猩猩？對啊，2隻， 1隻大猩猩。哎呦，我也看到3隻哈。有雕像。
雕像，大猩猩的雕像。然后地上摆满了什么？花跟什么？花跟卡片。给你们提示好了。为什么要到动物园来献花？原来它是一个动物园，在哪里呢？美国，在Ohio。OK， 美国，俄亥俄州。第一个 Happy Birthday 是什么？生日快乐。第二个 RIP 简写，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死掉的时候会？对，死掉的时候我们会说 Rest in peace， 安息吧，好不好？我知道了。安息，你知道了，说是答案啊。哦，糟糕了。这边有 RIP。看来今天我离熊套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真的吗？所以大家都不改答案。对。并且你不要受他们影响，你可以有自己的主见，没关系。我看过新闻。你确定哈？那就不好意思了，我要公布解答了。恭喜3位。又答对了。哈洛比，你们有听过吗？没有。就之前发生过一个新闻，枪杀那一只大猩猩。为什么要枪杀大猩猩？因为好像有小孩子就是掉下去他的那个动物园的那个他的住处的地方，然后其实那大猩猩是想要救那个小孩，所以他拖那个小孩，然后上面那个好像是管理员吧，他以为那个大猩猩要伤害小孩，他就直接把大猩猩枪杀了。就是被枪杀那个哈洛比。好，恭喜2题了，你们3个都答对，第3题我就要戴头套了。这一题要看仔细，来喽。你们看到什么？火在烧某样东西。谁在烧？一个那个小男孩吗？算男孩吗？男孩吗？一个男生。大概多大年纪？你们觉得？应该国中吧。不可能。国小快国中吧。国小快国中。还有什么元素这里面？大马路。冒烟。哦，好像是马路哎哈。冒烟。冒烟，火。旁边都是断垣残壁。断垣残壁，对，房子都被打坏了。提示是他们在做什么？这个国旗谁认识的？叙利亚。叙利亚，你是刚才听我讲的吧？还是你真的知道？很厉害。看起来像叙利亚。看起来像叙利亚。叙利亚在哪里？在哪一州？在美洲。哦，不是。在欧洲。哎，不是，在中东。啊，大概在这个地方，叙利亚，土耳其的下面。来，这个叙利亚的小男孩在烧东西，他是为了烧木炭，防治病媒蚊，也就是烧轮胎防空袭。太简单了这一题，香美知道对不对？你请出示答案。可可，哎，我先问一下，刚才那个头套丢去哪里了？找不到就算了，丢掉好吗？确定吗？恭喜3位！第一次我在节目里面要戴头套，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烧轮胎防空袭，好不好？到底是乜嘅原因？看下来看下部2段 VCR。叙利亚发生内战都近5年人嘅，政府军同俄罗斯向下来攻击反政府军，发动战机来攻击叙利亚嘅天然大省阿勒颇。民众同反恐军为咗保护自家，开始伫省内来狩猎呢，烧出乌烟，嗰夜都市都烟洞洞嘅，仲有爱战机，现在一那夜都系乌烟，看唔见，冇办法接军来控制。虽然暂时冇受到控制，不过省内嘅探验设置能因此安呢，将因为狩猎呢产生嘅大量投机。最尾嘅单元，向你可以戴上太阳头套，让大家看下来做一下解说。来看了那么多照片。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张呢？我们觉得最深刻的是这一张，首相向女王下跪。怎么个深刻法？因为其实很少可以看到像职位那么大的首相会下跪。哦，对啊，只有可能一国之尊怎么还需要下跪？对啊，可能就在任命的时候才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还有这一张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女王在对那些组织单位做一些任命的仪式，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她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现象。日常是像你讲啊，因为台湾比美民主国家，冇像日本人就提过要天赋，所以难得在看到另外方面，你对你来讲，你最想最出名又可以哪一种？日常是2礼拜节目内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個禮拜6下午就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天府，新年快樂！走咯走咯，包。
12位学生一起去坐独木舟来环岛，从台东那里出发，然后这样沿路，沿路还是沿海？沿海。OK， 零失误有多困难？很困难。